兒童品格塑造系列，繪本與聖經信息連結。我哋身處喺物資豐富嘅環境，好難想象世界上仲有好多小朋友要為咗一滴水而奔波。例如口渴嘅時候，唔可以一開水龍頭就有水裝滿水杯；想清洗身體時，打開花灑就有水可以用。喺水公主入面，主角每日要花好長時間行好遠嘅路去打水，仲要唔知啲水係咪乾淨，需要花啲時間嚟去潔淨呢啲水。呢個故事唔單止係講緊水資源嘅危機，更係要培養小朋友嘅同理心同埋關愛之心。聖經腓立比書2章4節教導我哋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即係話我哋要關心別人多啲。透過呢本繪本，家長可以教小朋友珍惜上帝賜予嘅恩典，唔好濫用資源，培養廣闊嘅世界觀與關愛。當小朋友學識去關心社會、關心世界有需要嘅人，佢哋嘅生命就會變得更有層次同厚度。呢份關懷正正係生命教育入面最溫暖嘅一環。